有個識得好多年嘅 friend，以前做咗幾十年服裝 OEM 啊，呢幾年開始自己做香港品牌生意呢，唔係話做唔到設計啊、生產、銷售，其實都慢慢上軌道。但係有一樣嘢，佢每一季都好頭痛，就係拍攝。佢同我講最辛苦嘅唔係第一次拍，而係補拍。第一日拍攝 model 啊、攝影師啊、化妝啊、場地啊，全部約好，天氣好唔好呢？其實已經要靠運氣㗎啦。就算當日一切都順，拍完返到公司，過幾日再睇圖，問題先開始浮現啦。有啲款角度唔夠，有啲細節遮住咗嘅，有啲明明設計好靚，但係影出嚟就好似冇重點。等你發現嘅時候，就剩返一個選擇補拍。補拍呢就真係最痛苦嘅一件事。model 未必再得閒，攝影師要再夾期，場地、燈光、天氣，全部都唔可能一模一樣嘅。結果就係同一件衫。第一輯圖同第二輯圖感覺完全唔同，放喺同一個網站、同一個 IG， 你自己都覺得怪。佢試過幾次之後同我講，其實唔係錢嘅問題，係成件事好消耗心力。後來呢，佢揾咗我哋做 AI， 我哋先幫佢做嘅，唔係一開始就用 AI 取代拍攝，而係將 AI 當成前置攝影師。佢有啲季度款，其實只係想試市場反應嘅，或者想喺量產之前先出幾張 IG 圖。呢啲款如果全部等真人拍，就一定要睇天氣、睇檔期、睇成本。於是我哋幫佢做嘅係用 AI 先出一批符合品牌風格嘅圖，風格啊、光感啊、構圖，全部對齊佢過去幾年呢用得最多、賣得最好嘅。呢一步幫佢做咗兩件好重要嘅事：第一，減少對天氣同檔期嘅依賴；第二，喺未量產之前已經可以出 IG 試反應、睇數據。等真正決定要大貨拍攝，佢就只集中拍最重要嗰幾款，成本同風險都細咗好多嘅。而喺正式拍攝嘅時候， AI 繼續做另一件事，即時幫佢檢查角度夠唔夠、細節有冇遮、同品牌一貫感覺有冇走樣，有問題當場補影，唔使等返公司先發現。佢同我講 AI 唔係令拍攝變得完美，但係至少幫佢避免咗大部分補拍啦，亦都令佢對每一季出圖多咗一份掌控感。對佢嚟講呢， AI 唔係高科技，而係幫佢留返時間去做一個品牌老闆真正要做嘅決定。我係 Terry， 做過8000人製造業總經理，亦都做過國際企業顧問，科研 AI 3年踩晒好多你唔想踩嘅坑。我最後發現，老闆唯一要做嘅係講清楚目標同成果，執行交俾系統。如果你已經有行業經驗，開始做自己品牌，但係每日被拍攝、溝通細節拖住，你唔需要學 AI， 你只需要有人幫你將經驗變成一個用得着嘅系統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，歡迎你點讚、訂閱、轉發，我會繼續同你分享 AI 點樣喺真實商業入邊落地，真正幫到生意。